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，耶稣坐船过湖，转去家己的城。有人用床扛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耶稣遐，伊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安心，你会做赦免啦。”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心内想，这人在亵渎上帝。耶稣知因的心思，就问因：是安怎？恁心内有即款歹念头？对这人讲：你会做赦免啦，还是讲你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然后，伊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起来，举你的床，转去恁兜。”迄人就起来，转去因兜。这人看到真着惊，归荣光互上帝，因为伊有将这个权柄赐予人。耶稣离开遐，往头前行的时，看到一个人，名叫做马太。坐伫税关，耶稣甲伊讲：“来缀我。”伊就起来缀伊。耶稣伫马太的厝食饭的时，有真侪冒西甲罪人嘛来甲耶稣以及伊的门徒做伙食。法利赛派的人看到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“是安怎？恁老师甲冒西以及罪人做伙食饭？”耶稣听到就讲：“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恁去学习即句圣经的话：我爱怜悯，无爱祭物，因为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。”有一遍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对伊讲：“阮甲法利赛派的人常常禁食，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禁食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新郎邀甲婚宴的人客做伙时，人客减会哀伤。日子得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。迄时，因就会禁食。无人用无求水的布去补旧衫，因为补的迄块会甲衫揪裂，颠倒破搁较大空。嘛无人将新酒入伫旧皮袋，那呢做皮袋会裂破，酒流出来，皮袋嘛歹去。新酒应该入伫新皮袋，安尼两项就拢保全。耶稣对因讲这话的时，有一个会堂的主管来跪伫伊的面前讲：“我的查某囝拄仔死去，请你来甲伊还手，伊就会活起来。”耶稣就起来，缀伊去，伊的门徒嘛去。对时，有一个治着血漏病12年久的妇人人，行我去耶稣的后面，望伊衫具的手，因为伊心内想：我简单摸着伊的衫，病就会好。耶稣活过来看伊，甲伊讲：“查某囝，安心，你的信心互你好起来。”妇人人随时得到医好。耶稣来到会堂主管的厝，看到分聘仔的甲规大阵人弄弄滚，就甲因讲：“恁拢出去，这个查某囡仔毋是死去，是伫困。”因就甲伊踢笑。赶群众出去了后，耶稣入去查某囡仔的房间，牵伊的手，查某囡仔就起来。对安尼，这个消息传到迄地区的逐所在。
耶稣离开遐的时，有2个盲人缀伊去，大声喊：大必的囝，认明阮！耶稣入去厝内，盲人就惊活去。耶稣问因：恁信我会当甲恁做即个代志是无？因应讲：主啊，你话。然后耶稣望因的目睭，讲：照恁的信心，甲恁实现。因的目睭就开，会看见。耶稣严严吩咐因讲：千万毋通互人知即个代志。毋过因一个出去，煞将耶稣的代志传遍迄地区的逐所在。因出去的时，有人带一个互鬼附身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。鬼一个互耶稣赶出去，迄个袂讲话的人就讲话，群众拢着惊讲：伫以色列，阮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不过法利赛派的人讲，伊是靠鬼王得赶鬼。耶稣行透周围所有城市甲庄社，伫因的会堂教示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。伊看到遐大阵的人，就可怜因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困苦，无人照顾。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：通修行的真多，做工的人真少。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，派工人去修行。